报道学台语，甲卡动作相关的课录制第3集，276条。伊行路拜一个拜一个，拜咧拜咧走一路来一步一步的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咱第1字读做拜，一拜两拜拜第2读做拜，摆骹的拜，第3字读做拜，下拜的拜，第4读做拜，拜拜的拜277条。伊无写速题的效果，就是互阿爸罚跪使他没写习的后果是被老爸罚跪咱下面有4字要来选，咱第1字叫做跪上跪的跪，第2字跪跪算盘的跪，第3字跪跪，第4字读做跪拢全部拢读做跪，第4字跪这不要讲猪仔有跪这意思就是讲猪仔已经怀孕啦，叫做跪啦肉旁一字。278条，小明伫路捡着100块，互伊痛甲切跳就是小明在路上捡到100块，让他高兴的像麻雀一样跳跃好，咱下面有4字要选，咱第1字嘛是读做跳也是嘛会使读做嗲啦毋是读做嗲，读做跳跳舞的跳好，第2字读做跳，第3字读做跳第4嘛是读做条的条279条，眠床互囡仔吞甲歹去床铺被小孩踏坏了咱有4字要选，咱第1字读做盾，草盾的盾第2读做盾，第3字读做臀臀骨的臀，第4字读做炖炖物件的炖。280条，我已经睡3点钟就是我已经逛了3个小时了咱有下骹有4字要来选，咱第1字读做客，客户的客，第2读做西转西的西，第3字读做洗就是出洗的洗第4读做洗洗物件的洗好，感谢大家收听。